彤姐姐，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今天是爸公的生日，我想要做一些爸公喜欢吃的东西去拜拜。彤彤姐姐，爸公是谁啊？爸公就是土地公。你看今天外面这么热闹，就是因为爸公做生日生日。那如果我生日到了，彤彤姐姐，你也会做我喜欢吃的东西给我吃吗？当然啊，亮亮，我喜欢吃汤圆。每次吃了汤圆，妈妈就会说我好乖，又长了1岁哦。亮亮喜欢吃板盐，我也很喜欢吃板盐哦。不过亮亮有特别喜欢吃什么口味吗？彤彤姐姐，我听不懂你在问什么耶。板盐就是汤圆，客家话念作板盐，也可以念作蟹盐呢。我最喜欢吃花生口味的汤圆呢。我不喜欢吃汤圆，我比较喜欢吃麻糬。小蜜喜欢吃糍粑麻糬啊，可是我到现在还是没有想出来爸公喜欢吃什么我想爸公跟我一样喜欢吃汤圆。爸公跟我一样喜欢吃麻糬。汤圆，麻糬。这尊神明是谁呢？爸公，土地公。这尊神明是谁？爸公，土地公。今天是什么日子？生日，生日。今天是什么日子呢？生日，今天是我的生日。这是什么？糍粑麻糬。这是什么呢？糍粑，这是麻糬。冬至的时候要吃什么？饭盐，也可以说蟹盐呢。汤圆。冬至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呢？饭盐，蟹盐呢。冬至要吃汤圆。小蜜好厉害啊！爸公生日，糍粑饭盐蟹盐呢。这几句客家话小朋友都学起来了吗？哈克乌拉拉，我们下次再见，张伦了。